氣啊，冠之啊，散冷氣啊，嗱，通常我同我老公溝通都係咁嘅，每朝我都會咁樣同佢講嘅。我知其實你係一心想做呢個韓國媳婦嘅，難啲咯，你明嗎？你唔係韓國嘅 taste， 我唔同喎，我 born be a Korean。做咩嚟嘅？冇醒嘅做嘅。冇錯，呢個 Korean style。然後今晚大家都知啦，我係 K-pop 界紅人 Jeff Park。當我睇緊呢條片嘅時候，我駐啲就喺台上跳緊舞成 Get your crayon, why so serious？ 你唔可以怪佢嘅，因為佢少出席呢啲韓國大型嘅活動，所以過度興奮係正常嘅。我就比較淡定咯，因為呢啲其實我經常去嘅咯。喺韓國其實嚟到第27屆咯，我又咁多年嚟都去到驚咯，所以今年我選擇唔出席咯。好似呢個佢睇月光。冇錯，就好似邊個選擇啊？就好似古巨基咁咯，佢選擇唔出席頒獎典禮，因為我自己本身覺得啲即係對馬來西亞人嚟講可能新鮮，但係對於身處喺韓國嘅我 ，well yeah。你唔出席係啱嘅喎，因為我哋嗰啲阿衰已經夠人咗，大位嗰啲大位嗰啲夠人咗，所以唔需要理佢嘅。OK， 咁啊，講到呢個咁大型、最矚目嘅第27屆 GTA Golden Disc Award 咧，就已經係今晚咧第一場咧喺呢個 Sub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隆重舉行㗎啦。我相信，哇！我收到消息咧，因為我哋自己本身有好多司機大佬都係載我哋㗎嘛。佢好多人啊，都已經 fully book 埋第一韓國團體啦。或者係韓國妹妹啲 fans。你諗下，大概有20幾個單位嚟啊嘛。一人加埋化妝師，加埋助理，助手，一個人至少閒閒地，我俾你3部車，2至3部車。譬如啦，一個組合5個人嘅，係咪先？助手 click click 一個人帶3、4個。總之一個 unit， 我俾你平均2部車唔過分啦。係。嗰度就已經40幾50部車㗎啦。唔止啊，仲有食 Q 咧，我哋嗰啲你拉好穩啊嗱，話你聽。唔知啊，第2日即係聽日做需唔需要你拉嗰啲？係 anyway 就想所有嘅呢個韓迷啦。韓迷可以 call 上嚟同我哋講下，即係尋晚嘅呢個盛會，你覺得點咧？又或者你追星嘅過程，你 call 上嚟啊！咁基本上我哋成日咪都一直同大家 update 緊嘅成績㗎啦，係咪先？咁聽日成績一樣依然會 update。所以最新消息當然受最知名電台 MyFan 就有第27屆 Golden Disc Award 嘅呢個最新嘅成績啦。聽日我哋可能都會問到一啲韓國妹妹之餘，都有幸載到一啲 fans。或者韓國妹妹嘅朋友，唔係咁樣嘅眼一聲講喎。韓國妹妹 Win 夫啊，Win 夫一龍啊 call 嚟啦，佢啊去後台啊，佢啊近佢嚟睇我 GD 啊，佢啊應承咗幫我 GD 攞簽名俾我。等你 call 上嚟或者 message 上嚟啦，안녕하세요，上嚟，上嚟。